跑委员会赞不赞？台南市体育总会旗下侪委员会主委头人，做伙来到位于安南区安和路一段458号，欢喜庆祝台南市路跑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。除了友会来收听，体育总会秘书长吴秋玲、社会局机要秘书林建南、蔡丽清议员服务处秘书郭小子，以及侪贵宾好朋友，也拢到场祝贺。恭喜这个凯伦主委哈，不仅是今天这个路跑委员会正式来挂牌，好来正式来启动，那也恭喜他的这个好新的事业的绕这锅火锅事业哈，今天能够来正式开幕。那我也希望祝福哈这个生意兴隆，那能够在赚大钱呐哈。那赚钱之后，我们要呼吁能够来做更多的公益，那配合我们台南市政府社会局，那我们来回馈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。这下主委职务重大吴凯伦讲，未来将结合台南市体育总会各委员会，持续推广体育活动，发掘培养台南市各级运动人才。台南市体育总会的这些各单项委员会的这些同事的一起努力之下，能把我们台南市的这些体育活动能把它推广。因为现在全民健康也比较重要嘛。然后路跑这种活动也是全民的一个可以参加的活动，然后希望就是未来的发展就能3层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不管是小朋友也好，然后学生，然后大人也好，我们都希望把台南市的这个很正向、很健康的活动把它发扬光大。如果未来可以的话，不管是在路跑活动上，还是在各单项的运动赛事上，我们都能尽我们全力的力量去给它推广。安和路一段458号，除了是台南市路跑委员会会址，另外嘛是一间火锅店。路跑委员会以及老这锅选伫同一天挂牌以及开幕，真正会当讲是双喜临门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